无理由，为爱多做去歹想，连绵情伤路忧愁。稍等一下哈，我们等一些观众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先来听一下呢，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再一次跟你们说声抱歉哦。也感恩呢，种花点心又再次整我了哈。稍等一下，等一些观众朋友进来，我们先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生病公主，国内正是怪命，今季又扣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感恩我们的燕秋回来，感恩你。很抱歉哦，给大家呢重新的再开一次，因为呢刚才网络是我这边的问题，那呢也感恩一下我们的中华电信哦。再来欢迎我们的 ANGIEW 大大上了雨涵的广播电台。好嘞，我们呢一样呢再唱一次我们的都马调，我们的电台之歌哈。等一下呢再来补唱一下哈，刚才大家那一首这个都马调应该是听得很哩哩啦啦就对了哈。来，我们先来听一下电台之歌，我们的都马调，感恩大家。欢迎收听有限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袂凊彩，福气不断，福运来，迄个新闻报你知。歌传承多自在，迄个传承又了我亲手在。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新来的观众朋友呢，别忘记先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补个赞等一下呢，这一则的影片呢，一样会让大家可以做回放影片来做收听哦。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刚才的网络问题。那呢，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都有直播节目在推广我们的戏曲文化，以及呢跟大家讲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呢明天的天气预报再补给大家呢刚刚的都马调先欢迎我们的美玲也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的收听哦，我们先来聆听呢刚刚补给大家的都马调点点角彩闹苍苍，双双对对，你东房我在眠床，处处等无日向叹花人。哒噔哒哒噔哒哒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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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哒噔哒哒噔，手真香，甜呀红，番石曾经八卦金当当，红落手掌。4万钱也是棒，一个小金丢来，也搁欠下一个人。哒噔噔哒噔哒哒噔，先唱安尼一拍就好，大家咧，让大家呢小可乒乓乒乓一下感恩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也感恩呢我们燕秋姐的称赞哦，感恩你。刚刚呢还没跟大家聊到这个行宪纪念日是什么，因为呢你看这样子聊一聊呢，现在已经8点多了，已经8点40分了，再不赶快聊等一下呢后面还有很多的新闻呢要播报给大家所听哦。什么是行宪纪念日呢？在我们民国的35年开始实施这样子通过呢中华民国的宪法。那呢其实真正的实施在隔年的就是民国36年的1月1号啦，但是呢通过的时间呢在我们12月25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宪纪念日。当然呢早期的行宪纪念日有放过假的举手这样子呢就会显现出年纪了当然呢前几天呢所播报的所录的这一集 Podcast 呢，在跟大家教这个新年的好话4句联大家呢也都要记得去听哦，因为这样的好话4句联呢，不止你要学起来，也要传承给呢家人朋友呢，以及底下的小朋友要传承下去。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好话的4句联，我们不藏私在底下的连结也有文字档的连结，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下载下来，这样就对了再来呢，冬至为什么要吃汤圆？有朋友知道吗？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聊聊呢，为什么冬至要吃汤圆咯。在跟大家聊聊呢冬至要吃汤圆的原因点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传统戏曲呢，我们歌仔戏的最传统的歌曲，我们的新卡北北照三关，该瓦所以回中原补唱一下给大家听，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7字调，感恩大家的收听。
徛白白呀，走三关解我所以哟，永远。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生只想往无川。四盆无单啊，拜四位无风无摇啊，花未开。等待来三家啊，来当落水。落花心啊，花照开。抱歉哦，刚才咳了一下，突然间呢，这个口水淹上来哦，来不及转换，跟大家说声抱歉哦。再来呢，等一下呢，要跟大家聊聊呢今天的新闻内容喽。跟大家聊聊呢，为什么冬至要吃汤圆这件事情哈。早期呢有一对呢很贫穷的这个夫妻哈，带着呢他的小女儿呢，这样子过生活。想不到呢，这个母亲哈，这个妻子呢，就是呢，过世了。过世之后呢，当然就这个父亲呢就想说当然我要葬我的妻子啊，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就把呢他的女儿给卖出去了。卖出去的时候呢，当下这个女儿听到呢，哇，想不到我要被卖走了，所以呢就昏倒了。昏倒之后呢，这个父亲就用一些米的汤啊，以及呢糯米圆，以前叫做糯米圆呐，或者是糯米丸给它灌进去，让它苏醒过来。但是我左想右想我觉得有点诡异了如果说这个人昏倒呢，你还用这个汤圆给他灌下去他不噎死也是蛮不简单的这个呢是我左想右想，我想说，把它投进去之后呢，它没有噎到也是蛮厉害的那当然呢，这个女儿呢苏醒过来之后呢，当然就被卖去其他人的家。到他呢，长大了之后，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为了想要找到他的父亲呢，他就呢在用这个糯米圆呢，把它做得很大，用了2球，然后呢挂在自己这个那个门上这个门口的门上。为了找寻他的父亲那后来究竟有没有找到呢？这个无人而知，而且呢，这是一个传说故事所以说呢，这是冬至的由来跟大家所聊一下。再来呢，我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蜜蜂大大说呢，刚才换你的网路卡了抱歉，其实主要是我这边比较卡了再来欢迎我们的 YO， 然后 X1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新闻内容咯。
在跟大家聊聊呢今天的新闻内容之前呢，先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哈。有一个玩具呢，是一个这个弓弹型的这个飞镖哈，就是拉这个弓弹呢、弓箭呢，这个飞镖就会射出去哈，是一个软的玩具啦哈。但是呢，你们有没有玩过呢？这个已经流行了一阵子的这样的玩具，那呢，当然呢，就有家长呢买给他的小朋友哈。结果呢，这个小男生呢就去弹到他的脸啦，弹到他的脸颊哈。你觉得呢？这个玩具呢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因为一直以来呢，我都觉得这个弓弹的这个玩具呢是非常的危险，居然呢还是有家长会买给小朋友玩我会觉得是蛮奇特的一件事情。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也欢迎我们的 SUN 大大上来御寒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要来快速的跟大家来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咯。再来呢，我们的燕秋说很少看到呢这个男生可以反串小蛋幸运的昨天呢能欣赏到你的表演这个唱腔身段呢赞美你感恩我们的燕秋，也感恩我们的凤鸣社因为呢这样的凤鸣社呢也才让我们跟我们结缘这样子知道了呢，原来有我们台湾还是留有这样的太平歌，也很类似像我们的南管所以说呢，如果呢你有想要学习这样的太平歌啦，以及这些南管的一些知识的朋友呢，在每周二的晚上7点到9点钟，在我们这个台南这个自强街的附近呢，你查这个凤鸣学堂凤是这个龙凤的凤，那呢鸣呢就是鸣笛声的鸣，学堂就很简单了。那呢你查这个凤鸣学堂就可以跟他们联络，这个课程是免费的哇，真的是太棒了。也感恩呢我们的 SUN 大大说声音好听，感恩你也是我们国外的朋友这个雨涵电台呢很不容易在这个半年的时间点呢就做到有我们不管是这个新加坡的啦，有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朋友啦等等之类的，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呢进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今天有一则新闻呢，是有关于这个废死联盟我们台湾的啦如果是国外的朋友呢，我不知道呢你们当地的这样的法律呀的制裁方式，但是呢我们台湾有这个废死联盟呢，在主张说这个杀错呢是无法回头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这个废除死刑但是呢，就有我们这个上周所发生的这样的这个手榴弹的事件这个张文跟我同年龄27岁的这样子的男子投掷这个手榴弹，然后呢也去杀害了人那呢最后他是不小心呢掉落这个坠楼。但是呢，究竟他是不小心坠楼的，还是呢故意要跳下去的呢？其实警方也在怀疑说呢，应该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原因点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本其实还在这个12月25号到12月27号呢，其实他还有在这个中山站的附近呢，其实还有要租饭店。所以其实他原本呢还有第二波的行动要这样子来蓄意杀人的状况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恐怖的情形。再来呢你看他27岁的男子他是没有在工作的，他是靠他的父母给他钱，那呢一年就给他几万块这样子来过生活，那呢他还有办法去租饭店然后制造这些危险物品所以说呢大家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今天呢也有一则是台中的新闻也有关于砍伤
伤的事件哦。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做个聊聊天哦。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呢，跟大家讲呢，新进来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大家。在我们这个台中的烤漆工厂呢，有这个前员工拿着刀子呢，先去这个烤漆工厂呢，先威胁这个老板的父亲，跟他讲说呢，你现在打电话给你儿子叫他回来。到了呢，这个老板回来的时候呢，他的目标就是他的前老板了那呢就砍伤了他的前老板，差一点这个老板就致命了哦。那呢他是在说因为有这个债务的纠纷，以及呢这个前老板呢常常不管是跟他借钱啦，还是呢跟他邀约这个合伙关系所以说呢你看不管起员工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都是一个小小危险的状况哦。再来呢，由于我们上礼拜呢，台湾发生了一件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个手榴弹的事件，所以说呢，这个12月的26号，也就是这礼拜五台北的朋友们，北部的朋友要注意哦，有这个警方呢，应该会在这个捷运站等等之类的呢，来做这个演练他们会围起来，所以你们可以放心那呢会来做这个演练哦，预防呢一样是这个随机攻击的事件，以及呢为我们的跨年来做准备。线上朋友呢，你们跨年要去到哪里去游玩呢？当然1月1号12月31号呢，跟1月1号呢，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一样有进行直播节目哦。所以呢这就此机会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那明天呢，有我们的好友坊电台是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的老师，我们这个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要来上节目哦。先跟大家来广告一下昨天怎么了？昨天呢去听这个太平歌的展演，刚刚呢有跟大家所介绍到什么是太平歌哦。有没有朋友呢是要去到这个台北的101呢来做这个跨年的活动，去赏烟火的呢？那呢跟他来介绍一下这个新闻有播报到哪几个景点呢？看这个烟火不错的4天没直播，因为本来就是1到5直播了所以6日2天休息，礼拜一呢陪朋友呢去吃个饭，也顺便邀约明天的直播节目。那呢昨天去欣赏这个太平歌大家线上朋友有没有很想我呢？如果有很想我的朋友呢，也欢迎呢线上告白一下说呢有想这样子不要真实的告白再来呢，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呢这个台北的跨年夜哦。欢迎大家呢去到这个象山以及呢这个彩虹的这个河滨去看烟火，因为呢这几个地方呢比较不拥挤，那呢你可以不用去人挤人这样子跟大家来聊聊天。那呢当然跨年的当天也就是我们12月31号呢，听说呢是这个东北风所以说呢请大家避开呢这个西南边如果要看烟火的话呢，避开这个西南边这是当然呢我们如果东西南北不分的朋友，以及呢出去外面你也不知道哪一边是西南边再来我们的柔宇说呢，星期一几点回家？星期一非常晚的回家因为我们还讨论了很多事情。先欢迎我们的黄正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等一下呢，在跟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唱唱歌曲，感恩大家。
我们的子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呢，你几岁？我今年呢27岁，那呢大学的时候读剧校，所以呢在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传承我们的台湾的歌剧，我们的歌仔戏。再来呢，给大家来唱个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哈，比较厚实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感恩大家。太祖金雕娘红名，贵妇提棍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准行，驸马怒会满心兴。天老星兵叫万姓，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歌啊，老君第因。推夫催意轮何名？哎呀，山林家义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里情灵。不有归爱红灰影。跟大家呢来唱这一首比较凶的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呢非常生气的回来因为呢他的老婆不敬他的公婆不去呢给他的公婆拜寿，因为他的老婆是皇上的女儿嘛，是公主非常娇蛮的个性。明天呢也会跟他来聊聊你觉得呢不论呢是交往过程当中，甚至呢这一个已经结婚了，需不需要呢去到对方的家里呢照顾对方的父母等等之类的尽一点孝道，还是呢觉得说呢反正他又不是养我长大的呢？明天呢会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再来呢，我们的柔宇说呢今天经过这个台北车站，有看到报道呢说呢这个演练这样子了没错，你今天所看到的演练呢比较小场，那呢12月呢26号那一场会比较大场一点点这样子了再来呢原来台北的地震也是有感觉的。那线上朋友呢，你有没有在哪个地区呢？你有感觉的因为呢，我是在台南，但是呢，我只有被这个警报吓到而已，我完全没有感觉这样子了今天呢，再跟大家来播报一则新闻是我们新北市的新闻在我们这个12月22号，已经前几天的故事了有客人呢在这个火锅店里面用餐当中呢，突然间呢冲出4名的恶煞开始呢拿棍棒的殴打，以及呢拿刀子砍伤他。那呢，据说呢是有这个债务的纠纷，但是呢，其实这个被害人呢，这个33岁的男子呢，去报警之后呢，去这个讲的时候呢，说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些人那呢，当然这个火锅店的老板也有吓到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呢，有点恐怖不管是寻仇的啦，或者是说呢，随机伤人的啦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再来呢是我们宜兰的新闻，等一下来跟大家继续播报哦。有关于我们宜兰的新闻哈，这个儿子呢虐死他的父亲哈，因为他的父亲呢有生病，但是呢他们没有钱呢可以请这个居家照顾啦，甚至呢把爸爸呢送去这个日照中心等等之类的，所以呢都是由他一个人呢来抚养哈，也不能说抚养了哈，来照顾他的爸爸。但是呢，他有这个虐待哈，就是说呢，让他饿个几餐啦，甚至说呢，殴打他的爸爸，让他爸爸呢，当然就被虐待呢，也以及呢，可能是饿死了。那呢，是到了这个社工呢要访视的时候哈，找不到人，才知道说呢，原来哈，这个爸爸被他虐死了哦。所以说呢，你看哈，也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哈。再来呢，一样是有关于我们车祸的新闻。我们高雄呢有这个轿车闯这个红灯，结果呢撞了4辆的机车，其中1辆呢是骨折，那另外3辆当然就是擦挫伤而已啦哈。所以说呢，大家呢也都是要注意一下出门的行车安全，以及呢明天我们的好友坊电台也会跟大家教呢我们新年的4句联好话哦。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4句联的这个 Podcast 节目，以及呢4句联的这样的文字稿哦，欢迎大家下载下来。其实呢，这一集的 Podcast 有听的人举手让我知道一下有多少人呢听过这一集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的 Podcast， 让我知道一下哦。因为呢，这只是上半集还有下半集要录制的，还没有录好感恩大家。我们的柔宇说呢，那一次的台北伤人呢，真的伤了很多人，以及呢21、22号也还蛮不平静的没有关系，但是呢，也希望呢大家平安顺心、吉祥感恩。再来也有关于我们新北的新闻哦，这也是随机伤人的新闻尤其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随机伤人呢是呢有一名男子这个39岁的男子呢走在路上，突然呢后面呢来了一个人把他掐住他的脖子，那呢掐脖子之后呢，当然他就挣脱以及报警。到了报警之后呢，原来这个嫌犯呢只会被拘役30天而已，因为他只有掐脖，他其实呢没有其他的这样子比如说砍伤人啦，或者说呢让他呢致死啦等等之类的，所以只有拘役30天。你觉得合理吗？我觉得呢，怎么会只有这样子的30天的状况呢？真的是有点扯哦。所以说呢，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自身安全我们的蛙贵说有听感恩我们的蛙贵，感恩你。以及我们的燕秋说呢，谢谢你的气象及新闻报道，感恩我们的燕秋。从第1集呢，我们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到这一集呢，已经来到我们80几集，对不对？83集左右非常的厉害。我们节目一直在转型，以及呢引进新的这样的好友坊电台那呢节目转型的当下呢，当然我的洗澡时间呢也都要贴很多的新闻内容，一边呢来记，然后呢一边来想说，等一下直播节目呢要怎么的来播报呢，要怎么样呢跟大家讲这些新闻内容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线上的朋友呢，还没帮我们订阅关注的朋友呢，要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你的按赞，感恩你的分享，感恩你的订阅，让雨涵电台呢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哦。
再来呢，我们的楼宇说呢，不平静害你有点不太敢出门，对不对啊？尤其呢，在这个跨年夜的晚上呢，以及呢大型的活动呢，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如果要出门的话呢，也都要注意呢你的四周围还有呢，当然呢，也有关于这个南投有这个丢这个垃圾的当中呢。不小心呢，这个清洁员把它接上去的时候不小心刺破了这个垃圾袋，结果呢里面是装这个香灰这个香灰呢喷的整个清洁员全身都是那呢这个清洁员也是蛮衰的当然呢，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些香灰呢也都要妥善的处理好，它也不是包的不好，只是呢刚好上去的时候刺到，所以才会爆开跟大家聊聊这样的新闻。那呢，等一下再跟大家来唱歌曲来，我们来唱一下呢，刚刚有唱过我们传统的七字调，我们现在呢一样来唱七字调，但是呢是我们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先欢迎我们的 ALEX 大大姨，他说呢 Hello， 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好嘞，我们来唱一下我们的传统歌曲，我们的七字调，感恩大家。世上好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君亲属着招牌，君在亲上，你敢不知？在家父庙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帅明。这首七字调呢，在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了说这个驸马呢以及公主在论这样的身份以及地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呢，我的身份地位呢，我公主的身份地位比你高。但是呢，这个驸马说你都嫁给我了，我们是夫妻耶，这个公婆的生日呢，你就应该到这一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调。那呢，等一下呢，再给大家唱一首呢，我们的七字连空奏让大家来比较一下，什么叫做我们的七字调？什么又是七字调的延伸版？什么是七字连空奏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连空奏。秋难改，中中心锁随人在，夫妻和海呀，奇情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也败咧。
在太乱来，我会有何受亲像姑娘，受归又分开，红给照亮我无悔走行悲哀，一步经春酸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麦，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彩，精神渐将成地带，何言论理，何以哉？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哦，也就是我们传统的七字调，从头唱到尾哈。先感恩呢我们的燕秋说哈，直播频道是现场的，唱现场的呢，唱的呢，讲话又可以很流利，然后呢这个双声呢转换哈，真是呢真正高安尼的意思的对哈。刚才我听看有这个台语里安尼哈。真正高，然后呢，赞美你哈，感恩我们的燕秋有机会呢去到这个凤鸣呢来开课的时候呢，当然哈一定要来上课哈，不论有没有收费了哈，当然我要压到最低的价格哈。所以说呢，我们台南哈准备呢，我也想要进行来开课了。那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南部的朋友呢，也欢迎你呢来上课。那呢，我也会讨论说呢，是不是哈，这个上课的内容我们来录影，或者是上课的内容呢，我们来直播来上传这样子哈。那呢，这个也有待我呢再讨论一下下了哈。先感恩我们的燕秋哦，也感恩我们的玉音哈，说呢唱得非常好听，感恩我们的玉音，也感恩我们的柔宇的掌声，感恩您。线上的朋友呢，感恩大家哈，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哈。我有看到你的留言，只是呢我不会每一则都回应然后因为呢我们有点多留言，那呢我有看到这样子跟你说一下期待哈，感恩你的期待哈，也希望呢把这样子呢这一出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哈，把它传唱下去。但是哈，我在教课呢比较严格一点哈，会学我这样的唱腔会起起落落那样哈，就是呢会起起伏伏的，不是呢一般来讲我们说的唱得很圆的哈，唱得很圆的，比如说四盆牡丹拜四位，无风无雨花会袂开。等待三家来当落水，当落花心花会照开。这是呢唱的比较远的方式但是呢我是起起伏伏这样子啦哈。先欢迎我们的 DIN 带他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你可能是新进来的朋友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在推广呢我们的戏曲文化，以及呢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新闻，还有呢明天的天气啦不用怀疑这个前台雨涵主持的节目呢应该是没有到很差的这样子啦
再来呢，等一下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来做这个腹式的呼吸法，以及呢感恩的3件事情哈。先跟大家呢来重复一下呢，为什么前2天休息哈？因为呢，第一天呢去吃个饭，讨论一下呢这个明天的直播内容。明天呢，我们有这个好友访电台的节目哈，有我这个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的台语文编修老师，我们的清霞老师呢要来好友访电台咯。再来呢当然我们昨天去听了这个太平歌，跟南管很相近，也可以说差不多的体系啦哈。只是说呢这个太平歌呢是这个比较平民百姓可以所唱的啦哈。再来呢，我们的蒂安大大呢开始呛了哈你开始呛会被我们封锁，以及呢这一台呢是在结缘的频道啦哈，不欢迎我们的凶神恶煞上来了哈，感恩你感恩你上来哟，那呢也欢迎你到其他台了哈，感恩你。再来呢，这个太平歌呢以及我们的南管哈非常的相像，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南管是到我们这个宫廷里面呢所唱的这样的戏曲。那呢，我们这个太平歌呢，就是专门传给我们这个Kids 聊这些呢，平民百姓也都可以所唱代表着呢我们这个太平盛世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太平歌，感恩大家。感恩我们的蛙贵帮我协助哦，感恩我们的管理员。这样知道了啦哈，如果乱讲话的话会被收起来这样子哈。再来呢，刚刚也有跟大家聊到呢，什么叫做我们的行宪纪念日，以及呢我们这个冬至为什么要吃汤圆哈。再跟大家另外补充一下，为什么呢中秋要烤肉哈？因为呢这个知名的酱油品牌，这个呢一家烤肉万家香哈，而打起了我们台湾呢这个中秋节哈一定会烤肉的名声。所以说呢你看我们中秋节为什么都要烤肉，就是这样子啦哈。再来欢迎我们的 JU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所以呢常常说做什么事情，以及呢放什么假，还有呢有什么样的纪念日呢，你需要知道呢是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再来呢也跟大家讲个好消息，在我们的影片当中呢，在我们 YouTube 里面有这个 Podcast 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哦。我们第7集的 Podcast 节目呢是我们的新春好话的4句联那这是上半集而已。那呢底下呢当然也有这个4句联的文字档可以做下载哦。再来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不论呢你是第一次进来的朋友，甚至呢已经进来过很多次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让你呢今天收整好之后呢，今天都是很圆满的一天这样子啦来，我们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再来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不论呢你是用鼻腔，还是呢去感受一下喉咙，还是说呢我们感受一下胸腔以及腹部，甚至呢这个气息贯穿到脚底，贯穿到脑中，我们呢都来观察一下自己的气息在哪里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
吸气，吐气。我们再来呢，要来感恩的3件事情。我先来举例哦，不论呢你今天在工作上，感恩你的主管，感恩你的下属，感恩你的同才、你的同事之间，甚至呢今天在家庭当中，感恩你的父母，感恩你的长辈，感恩你的小朋友，感恩你的兄弟姐妹，都是呢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哦。先跟着我的声音来感恩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非常感恩你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之所以呢叫做腹式呼吸法呢，在于你吸气的时候，不论呢你是用鼻腔呼吸，你用呢嘴巴呼吸呢，都希望呢你吸气的时候肚子可以挺出来，那吐气的时候呢肚子凹进去哦，这是我们的腹式呼吸法。非常感恩呢大家呢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也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之所以呢在推广呢，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你在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一边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来收听呢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天气，以及呢这些戏曲的小知识哦。感恩大家上来，我们呢明天呢是由好友访电台哦，感恩大家。明天好友访电台呢，因为遇到我们的礼拜4哦，刚好呢是我们的台语节目。当然呢，我们明天是台语节目我们会穿插一些国语如果不会讲台语的朋友呢，你可以放心了明天呢这个台语节目呢，我们会穿插国语的，所以呢不用担心了主要目的呢是要让大家了解呢，不管是各行各业，以及呢你的心理想法，我的心理想法，大家的心理想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一起来期待明天的广播电台哦。节目的最后呢，一起让我们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所录制的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在此呢，也祝福大家今晚呢可以有个美好的夜晚哦，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我们明天再会喽。感恩我们的 SUN 大大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再来感恩我们蛙贵的晚安，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哦，大家也说声晚安，我们明天再会咯。感恩你，再会，也感恩我们的燕秋。大家呢如果有兴趣我平常在做什么事情呢，也都欢迎加我的脸书以及 IG， 都叫做郑雨涵哦，所以我的脸书跟 IG 也都欢迎大家加入。那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赖群组的连结，欢迎呢加进来跟大家来做互动哦。那我们明天再会咯。
完要过做，有人来我河。照片照镜，我拢有照做，你讲爱，免来啰嗦。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先欢迎我们的 VIP 少年小小弟哦，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但是呢，准备要下播了哈，没关系呢，先来补一首呢，歌曲给你听了哈，等一下再下播。那呢，别忘记哦，明天一样有直播节目哦，尤其明天是好友访电台的节目，补一首歌曲，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哈，跟我们的带七字一给大家听，感恩大家喽。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待好恁后心不惊。驸马要心，无将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完毕啊，将了去，军内去领啊来，才可以。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北宝金相依，驸马无讲世情义，并过红颜天意。这个七字连呢，七字摇板哈，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呢，就是我们这个驸马呢赏了这个公主一巴掌不打紧呢，他还拿这个藤条打金枝哦。打完之后呢，当然呢这个驸马也知道事情严重了，赶快呢就绕跑了，赶快逃走了哈，留着呢公主呢来收尾哈，当然是非常的生气了哈。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可恩哦，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少年弟弟哈，说这个表情很好笑哈，没错，因为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要表演这个情节呢，非常的生气的情节哦。感恩我们的这个李小猪说呢，你是天生就是吃这一行饭的人哈，你真的很棒，感恩我们的小猪，感恩你。也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也欢迎我们的小猪哦，非常感恩你。感恩我们的可恩说晚安，以及呢我们的燕秋说呢好听，掌声拍手哈，感恩。
以及我们的可恩说呢，太帅了，然后呢，雨涵哥哥，我可以把你带回家了，是要带回哪里的家哈？但是我住台湾呢，你不是住台湾，你要怎么带我回家呢？好，来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也祝福大家呢平安顺心、吉祥感恩，这是最重要的哈。时时刻刻做感恩的动作，时时刻刻呢我们平安顺心，那就有吉祥跟感恩的心情。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喽，大家晚安喽。我知影，本宫特别闹家互你。袂收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怕你毋知理，毋知义。今日请你食甜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一看，想要做事，想要办，不要打落，兵你心地改。大当兵做万件之苦，抓定阿头来认输。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该用，三打拳击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鬼仔，你太过分，两摆打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到我门草。你还阁毋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拳击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也随互人心头痒，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大好。心无将你，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雨雨冲了去。